老師搞乜？我喺度搞緊邀請函喎。6月7號係我哋嘅周年店慶，憑邀請函過嚟同潘老師學習新會金接落嚟嘅蘋果涼皮技術。而且今年嘅新會金管理比較困難，3、4月份又乾旱傷咗根，5月份整個月都連雨天又漚根，接落嚟嘅呢個6月份、7月份又悶熱又高溫，山地金同埋低洼嘅水田金都已經相繼出現咗黃化同衰退現象。我哋呢就有咗成熟嘅預防方案，大家可以過嚟交流學習下。憑邀請函過嚟同潘老師學習種好新會金，仲有嘢送，萬畝驗證，一灑兩噴，等你嚟交流。